风这一种形式收集上来的，这称为风啊。雅呢，大雅和小雅。大雅是什么呢？诸侯去朝觐天子演奏的这一个呢乐曲，这种诗歌。小雅是天子款待诸侯用的这种诗歌。颂呢就是什么呢？国家在祭祀的时候所来奏的这一个诗歌。当然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但是有不同意见。也就是说风雅颂号四诗它这个四诗的内容呢，它有不同的意见讲，不是风、大雅、小雅和颂，而是什么呢？而是南风雅颂所以在这里我就用一个幻灯片把这个呢稍微内容稍微点了一下，点出来四诗最早的是出现在唐朝唐代那么一般的理解都是这样子的有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国风，对不对？雅分大雅小雅颂所以呢称为四诗。但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意见也是很有名四诗是南风雅颂，因为他们认为风里面有一些内容不能够把它归纳为风而应该把它归为南。核心的代表是什么呢？周南、少南所以它应该来归为风。那么具体的一个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梁启超的《是四诗名义》，我把它归纳了一下所谓的颂，天子之乐天子之乐，在诗经里面它的这一个篇名大概比如说这些等等那么雅呢有大雅和小雅，当然它这里也是分了那么是天子和诸侯呢朝会夜享之乐南是什么呢？和风它们最主要的区别是在这里。刚刚讲到像周南等等这些篇幅，为什么把它称为南而不称为风？主要是它是和乐的正歌，而风它是无算乐。什么叫无算乐呢？它可以反复演奏的，没有固定定数的这么一种乐曲固定定数的这么一种乐曲。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演奏时的音乐可以是不固定的，可以根据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形和这个形式呢去变化也可以一遍演奏完以后再来一遍所以他们就根据了他的这一个演奏的方式、表演的方式以及他的这个伦理的地位，他把它来分了一下，所以叫南风雅颂这里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第六个也是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人谓子经满音，我教子为易经。那么这一个有个易经，什么叫易经这里的时候呢，我的理解易经是整套的经典并不是指的仅仅就是这个三字经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是不是？辛苦遭逢起易经，对不对？有易经吧？干戈寥落四周星，
那么辛苦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自己以及朝代所面临的这一个是吧？所历经的这一个坎坷，是不是？辛苦啊，包括自己啊，读书的时候啊，怎么样的这个啊，怎么样的这个艰苦啊，所以呢，这是呢辛苦啊。遭逢，也就是碰到当时的那一种场景啊。起一惊，也就是正常的语序应该是一惊起，起于。这句话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话呢，把它翻译过来了，就是因为什么呢？我因为精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典籍，然后呢，历经千辛万苦呢，幸运的被国家来选中，就是当了官的意思当了官的意思。但是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易经啊，我感觉呢，应该不仅仅只是呢三字经应该是有关于儒家的一个整套的这个经典整套的经典。好这是我对易经的理解，当然对不对欢迎大家批评好这是第4个方面第5个方面教学建议第一个教学方法，这里我们刘老师上一节课已经讲了很多了，对不对？并且非常的活跃活泼大家我相信也是非常的受益什么诵读法、指读法、开火车法、吟唱法，很多，对不对？其实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越活越好，但是一个核心，不能够偏离它的主旨，不能仅仅是为了因为要去为了娱乐而娱乐，它的这个中心不能偏离，对不对？你不能够把它完全沦为一种娱乐性的这一种东西不去突出我们经典它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意义，那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所以我们从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教育的方法，本来这里有个视频的我就不放了第2个生活化呢，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经典要具体要落实到这个呢孩子他的这个生活过程中比如说三字经里面对我们这个孝悌他的这些道德要求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具体化，通过一些事例，通过一些呢具体的行为来把它强化这种意识。第3个就是情境化。情境化是什么意思呢？情境化就是创设一定的氛围，或者是让那个情景再现。比如说孔融让梨的故事，对不对？可能我们把这个故事跟小朋友一讲完以后，他似懂非懂，但是我们通过可以创设像孔融让梨相类似的这种情景，然后去教他怎么去做，这样的话，他们才能慢慢的来，慢慢的来，才会有这种意识。我就讲一个我小家伙的2岁现在我经常一般我整体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小气确实是这样他有了什么好东西基本上是很难，也不愿意跟你们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他这个私欲占有欲非常的强。然后呢，我和我妻子就开始引导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他买了1包糖，我就讲给爷爷给1颗奶奶给1颗
最初他肯定是不愿意的，根本就不愿意。但是慢慢的这个引导，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这个引导过程啊，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的这一个呢，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长辈要配合。像他爷爷和奶奶非常的疼他，隔一代，对不对？所以啊，疼得不得了。他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引导下啊，把这个糖给他爷爷、给他奶奶的时候，他爷爷和奶奶，他反应是什么呢？宝宝吃，爷爷奶奶不要，这下就麻烦了呢，对不对？他本来有这么一个引导和展示的机会，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接受。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他在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应当要来，对，应该要拿着，应当要拿着。这样的话，他才能够通过1次、2次、3次，不断的这个重复，他才能够有这种意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把这个具体的这一些事例，把它呢，情境化。通过一种情境把它具体再来展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在教这个《三字经》它的这一个有关于天文地理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什么世界的地图、中国的地图，把它展现在他们的这个面前，然后让他们去找，你的家在哪里啊？对不对？北京在哪里啊？那这样的话他才会有一个概念，要不然的话对小朋友来讲他根本没有这一个概念。同样的，我们现在很多机构、很多学校，它都会在这个学校的走廊啊、楼梯啊，以及这个活动的场所去做一些布置，对不对？把一些这个名言名句啊，这些经典的故事啊，把它通过一些恰当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把它给创造出来、布置出来。但这也是一种情境化的一种方式，让学生让小孩一走进那个氛围里面，就能够受到熏陶啊，这是情境化啊。教学要求呢保证教学时间，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啊，可以呢不求甚解，特别是对小朋友啊，小朋友他的这个不要有太多的这个讲解不要有太多的讲解接受能力毕竟有限啊。第4个呢是争取家长的支持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经典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时刻跟我们的这个家长保持联系，要跟他们去沟通，把他好的表现、好的进步快的要向家长汇报，把他应该要改正的要请家长配合的一些习性，也应该也让家长知道两方面共同去努力赏识教育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正面教育为主少去批评最后注意的2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正确处理好知识学习和生活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学知识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学做人学做事单纯的知识的教授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并不一定要去强调去比跟什么机构去比什么呢？你看我这个机构我小孩子放到我这里来，1年的时间把《论语》全背完了把什么全背完了，背了几万字这是功利化的教育这是功利化的教育所以也就是说，对这一些纯知识性的这一种它的这一个记忆我们不一定要很注重，关键注重的是什么呢？
要他的行为的变化。如果一个小朋友他的这个背诵的这个程度不是和其他小朋友相比不是很多，相对来讲要慢一点的话，没关系，只要他在行为习惯在这个方面有进步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一件事情。所以要正确处理好知识学习和生活实践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去引导，不要把它像什么单纯性的这个记忆去引导容易产生一个什么骄傲的情绪。你看今天，哎呀，我好厉害，我背了好多字，你老师我背第一，是不是？这其实不是一种好现象其实不是一种好现象。第二个呢，要正确处理好汲取、继承和批判阳气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知道三字经以及包括我们其他一些我们的这个经典的著作，不可避免的有一些过时的东西，这个没办法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和我们现在人所见识的、所思考的、所接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所以我们不能够是